8月19號星期三啊，恒生指數復盤，夜期咧就做咗呢一度，咁佢咧呢一個1小時嘅足咧一半就喺呢一度，咁睇佢咧就會落到再上翻去啦，咁1分鐘咧開始喺呢一度咧落咗去就洗咗呢一個15分鐘同1分鐘嘅 BOS， 之後跟住咧30分鐘9點半。洗埋呢一個底啦，咁收足就喺呢個 primary traffic gap 嘅樓上。咁如果佢要做上的話咧，有一條 average 咧就喺呢度上，但係咧 average 未出，可以喺呢度入嘅。好啦，跟住到呢一度啦，佢一條 fair gap 咧1、2、3，破咗個 fair gap 咧。最好咧就喺呢一度入咗啦，出現一定 overblock 啦，到咗第一個 perfect 啦，呢一個咧係1小時嘅 BOS， 下度就係，而呢一個咧亦都可以咁樣拉上去咧。個目標咧就喺呢一度嚟，而呢一度咧個入市位咧亦都係 macro time，今日個 CE 咧就喺呢度，亦都到埋，你可以第2個 TP 啦，到埋第3個 TP 啦，而1小時咧。佢之前嗰支竹咧，1、2、3呢個 big block， 目標咧就喺呢一度，跟住到埋咧就即刻向翻下啦。而樓上咧仲有一個頂，上個禮拜3咧個 CE 咧係未到嘅。